就錯呢3步啊，勝就我冇晒用噶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順德七姨，今日整個辣手菜，陳皮豉油果，用我呢個做法。廚師真係識煮餸，時間非常長，但係會非常細緻。跟我走，零翻車，記得點讚收藏，轉發到相親相愛一家人頭。第一個坑就我切件我斬開，咪先啲汁水會流晒出嚟噶，嗰陣就我會係實實噶啦。然後就洗翻乾淨，我要抹翻乾佢。豉油我上色一定要用攞抽，360度煲水焗捽勻就 OK 啦。第二步最容易錯嘅，一定要做鵝後裏邊加1羹鹽，一大羹紅，然後伸隻手入去捽勻佢。呢啲叫做底埋，就差少少舒服嘅啫。你喺出邊食到啲裏邊冇味嘅，就係呢步冇做好。選啲鵝冇腥味，一定要先炸薑，炸完薑再放蒜後。中意食薑一定要放啲鹽，撈起啲薑蒜備用，唔使洗鑊，直接擺隻鵝落去。我呢隻鵝呢，我攞糠嘅時候，啲水溫太過啦，有啲地方淥壞陣皮啦，所以碌出嚟冇咁靚，但係唔影響食用。碌夠1分鐘就可以反面。碌鵝係為咗上色，越腥同埋增香。碌鵝係靈魂，其實係生芡鑊。成日睇我視頻嘅粉絲都知道，呢隻鑊用咗2年都係咁靚嘅。熱鑊冷又唔黐底，又有鑊氣埋，然後直接倒豉油落去，等底下啲油炸一炸香啲豉油，呢個就係香味嘅秘訣。然後再加攞抽芡色，跟住就加滾水，起碼要浸個半隻髀，再放2大嚿新回陳皮落去，咁樣燜出嚟啲鵝豉香濃郁，醇香回甘，再放幾嚿冰紅落去，再將炸過薑蒜全部倒晒落去，而2個白酒，1樽嘅片紅，豉油鵝嘅火候特別重要，第一次放落去，大火燜住20分鐘，然後就要反面啦，反轉啲之後再燜住20分鐘，咁樣啲鵝汁已經收到可濃啦。呢個時候切開，你會發現啲鵝肉係啱啱可熟，呢啲肉咬落去係爆汁嘅，最後再將啲汁淋上嚟。喺度呢度，如果你中意七姨嘅視頻，你就點讚關注支持下七姨啦，多謝點讚。